5·4讓中國青年醒過來，6·4讓大陸青年死去，歷史同被淹沒；7·1讓香港青年死去，活下來的、逃離的、未被有報在囚的流散四方，留下來的再也不能悼念死者。港人每年在維園悼念嘅燭火，也從此被中國共產黨熄滅。但係我哋唔會忘記，我哋亦都相信會有咁樣嘅一天。青年們不但活下來，還會醒過來。大陸嘅、香港嘅、台灣嘅、西藏嘅，會為將來重新建立嘅真正嘅民主共和國繼續努力。在中國嘅土地上，向倒下嘅、被共和國坦克碾壓嘅、被人民解放軍槍殺嘅、被香港警察施暴嘅受害者致敬。自由民主人權嘅理想，我哋不會放棄。讓我哋每年走一小步，鞭策自己。今年6月3日傍晚，我們會在波士頓華埠天安門紀念碑旁點燃維園燭光，一起悼念當年嘅死難者。不想回憶，未敢忘記。是不要去關注那些惡人的死，他們如何死，而你要關注的是我們這些活人該怎麼活，該怎麼樣憑良心的活下去。所以說，為了這個良心，我們就37年了，依然聚在這裡，為了守護我們一點良心，我們每一個人都被生活重壓着。有很多每天我們要為衣食住行，為各種的煩心的事情，被那些事情擠壓着。但是假如我們每一天有1分鐘，一年有那麼幾個小時，我們能夠想一些超出我們這些衣食住行的事情，我們去想一想除了說這個社會對我公平不公平以外，我們還能夠想一想這個社會本身公平不公平。假如我們能夠想幾分鐘，我相信就會讓那些死難者的死增添價值，也讓我們活下去，人的生命的繼續，人類的繼續，人類文明的繼續，朝着光明的方向，就更多了一點可能性。我哋喺燭光之下嚟到緬懷，嚟到悼念嗰個犧牲咗嘅同胞，同埋仲係喺監獄嗰度係受打壓嘅良心犯。